香港大埔今次呢件火災事故，造成咗嚴重嘅人員傷亡，我睇到呢個數字真係好沉痛，呢度要向呢啲逝者表達深切嘅哀悼。作為我哋呢班一線工程人，呢單事故俾我哋好多啟示。我覺得無論係技術層面定係管理層面，都有好多嘢值得總結。首先有啲網友話，如果用鋼管棚架，係唔係唔容易俾火燒着？會唔會比起竹木棚架更安全？好遺憾話，你知呢個講法係唔一定成立㗎。如果我哋用落地式鋼管棚架，為咗防止管件生鏽斷裂，就一定要做塗漆防鏽處理。而普通嘅落地式鋼管棚架，佢哋用嘅塗漆，呢個塗漆係易燃物品，其實都係好危險㗎。咁我哋而家所用嘅一啲成品化、工具化、定製化、標準化嘅盤構式棚架，佢嘅工藝特性同結構，無論係受力性能定係消防防火性能方面，都比起最初嗰種普通鋼管棚架更加安全。咁從呢個層面睇，我哋可以唔嚴謹咁講，即係推斷下、分析下，香港而家所用嘅棚架工藝落後內地幾多代啊？唔嚴謹咁推斷，起碼落後咗3代。第一代嘅話，就係我哋改革開放之後，同埋90年代中期嗰陣，我哋用緊嘅竹木棚架，由改革開放到世紀之交，即係90年代尾嗰陣時，就出現咗比起鋼管棚架更安全嘅棚架啦，比如話碗構式棚架之類嘅，再到後面先至係呢種成品盤構式棚架。而家呢，我哋內地如果要對呢啲高層舊小區進行改造，優先會考慮用咩啊？就係附着式升降棚架啦。我哋會用物聯網技術喺每個監測點佈置啲監控設備，對佢嘅偏差，比如兩端嘅偏差，做嚴密監測。舉例講，佢橫向嘅左右偏差、水平偏差，如果超咗某個界限值，就會自動報警。呢種物聯網技術而家已經好成熟㗎啦，同普通大眾認知嘅唔一樣。好多人以為棚架搭好就搞掂㗎啦，其實棚架搭好之後，只係完成咗一半工作咋。棚架搭完之後，隨着使用，佢肯定會有一定嘅變形同偏斜㗎。所以我哋就要用先頭講嘅物聯網技術或者測繪技術去監測佢。另一方面，我哋透過大數據模型，將啲參數，比如風速、佢嘅受力性能，同埋現場各種好細緻、好多嘅參數，全部代入到大數據模型入面，佢就會出返一個合理嘅調整方案同調整數值。我哋內地已經發展到呢個程度嘅啦，即係話一個細嘅棚架，我哋而家已經可以用到物聯網同大數據技術嘅啦。但係香港建築行業嘅同行，佢哋仲用緊呢類嘢。呢個責任到底喺唔喺佢哋身上？我覺得呢個都唔係完全關佢哋事㗎。我哋唔可以片面、狹隘咁睇呢件事。如果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就一目了然啦。當社會意識所依賴嘅社會存在消失之後，用竹木搭棚架呢種社會意識，仲會好穩固，長期咁存在一段時間，仲會對社會存在產生消極或者阻礙性嘅反作用，呢個就係社會意識嘅反作用啦。對應到今次事件入面，根據可靠嘅知情消息，香港嘅竹木行業協會話，決定工程安全嘅唔係材料，唔係工程材料，而係管理。佢哋覺得透過主觀嘅安全管理，就可以避免事故或者減少事故隱患。呢種安全生產管理理念，其實同海因里希事故頻發傾向理論相近嘅博德安全管理理論好相似。問題根源就喺呢度。博德安全管理理論認為，只要將管理做好，任何不安全事件嘅源頭都係管理唔到位，組織管理失控。呢個就係佢嘅起源論，之後先觸發咗不安全事件發生。但博德呢個安全生產管理理論已經係超級陳舊嘅嘢啦，佢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甚至20世紀20、30年代，
我講嘅時間可能唔係好準確，但總之一句，佢就係個老古董嚟㗎。你認真諗一下就會發現，香港建築行業嘅同行，佢哋用嘅技術落後我哋3代，竹木棚架比起我哋嘅盤構式棚架，或者用大數據管理嘅棚架，足足落後3代甚至4代，而佢哋喺安全生產管理理念方面，同樣都好落後。落後幾多呢？一樣都係3代。當佢哋仲喺用博德安全生產管理理論嘅時候，我哋內地而家大家都公認、都認可嘅，已經係系統安全管理理論啦。系統安全管理理論同博德安全生產管理理論之間，起碼差咗2個世代。第一個就係之後嘅事故能量日出學說，就係美國嗰位哈登提出嘅。再之後就係斯奇巴嘅軌跡交叉理論，直到軌跡交叉理論出現，先至將減少事故發生嘅管控重點轉向技術革新、工藝革新呢個全新嘅角度。事故軌跡交叉理論主要講，一個不安全事件會發生，唔單止係人主觀造成，更加係由不安全嘅生產工藝導致㗎。呢點同之前嘅海因里希、博德理論完全唔一樣。喺斯奇巴嘅軌跡交叉理論之後，安全生產管理理念又再進一步發展，到而家最新嘅就係系統安全管理理論。系統安全管理理論入面有個好重要嘅學說叫做本質安全理論，佢嘅核心就係棚架要做阻燃、防火處理，從本質上，即係從設備同工藝嘅設計源頭就考慮安全問題，咁樣就算發生事故、出現故障或者人員誤操作，都可以保證安全。而家倡導嘅正正就係呢種本質安全嘅生產理念。咁喺建築工程現場消防安全技術規範入面，第4.3條我哋可以睇到，對於本質安全係有相應要求㗎，就係4.3.4條外牆棚架、支模架嘅架體睇清楚啦，係架體，即係話鋼管棚架就算有塗漆，但如果嗰層油唔阻燃都唔得㗎。呢個架體應該採用不燃或者難燃材料搭建。所以竹木棚架肯定唔得㗎。仲有下列工程嘅外牆棚架、支模架架體必須採用不燃材料，睇好啦，係不燃，唔係難燃，真係不燃㗎。難燃同不燃之間仲有區別㗎。難燃嘅話，比如話耐火3個鐘，即係3個鐘入面可以保證佢唔燃燒，但3個鐘之後就唔敢包啦。呢個先叫難燃。不燃就係點燒都燒唔着。第一種係高層建築，第二種係既有建築改造工程，睇到未？仲有下列安全防護網應該採用阻燃型安全防護網。有人話用 B 級就得，唔得，全部都要 A 級防火材料。比如高層建築外牆棚架，既有建築外牆改造用嘅防護網，都要咁樣。呢啲其實都係本質安全思想嘅應用啦。至於竹木棚架，我哋國家住建部喺2022年發佈嘅《房屋建築同市政基礎設施危及生產安全施工工藝設備和材料淘汰目錄》第一批入面，已經明確禁止使用㗎啦。第7條1.2.1項寫得好清楚，竹木棚架禁止使用。咁再講返竹木棚架。第一樣就係佢嘅承載能力完全唔得，可能年紀輕啲嘅建築行業從業員唔知，竹木棚架係用竹子嘅外皮篾片綁實㗎，200斤重嘅壯漢跳上去，佢啲無足嘅連接處就會留下一段跳一下留一下，跳一下留一下，真係咁唔安全。另外，佢仲極度易燃，喺狹管效應、風速加強嘅情況下，火勢會加速蔓延。我哋可以從技術同管理兩方面睇，香港有啲行業受舊時代思想影響，真係根深蒂固。呢個真係要引起社會各界重視先得。之前香港律師會啲大狀，個頭戴嘅假髮都係舊時代嘅產物啦。而家連英國本土都唔用呢種假髮咯。但有啲香港律師仲要擺住大狀嘅姿態，
唔捨得除低呢頂假髮，咁香港建築行業呢個竹木棚架，唔就係另一頂假髮咋嘛？係咪先？呢樣嘢根本就應該丟咗佢。如果香港可以積極借鑑內地先進嘅安全技術同安全生產管理理念，我相信一定可以提升佢嘅安全生產管理水平。當然啦，呢種落後嘅社會意識會喺一段好長嘅時間入面造成一啲消極負面影響，呢個都冇辦法嘅事。我哋只可以積極面對，積極去改變我哋工程行業同社會各方面，應該積極出謀獻策，諗辦法將建築工程做得更安全、更綠色、更符合市民大眾根本利益。做好工程就係我哋不變嘅追求。